先继续来看食药署来公布到边境客载结果，发现为日本进口台湾的2批草鱼，分别来自静冈甲熊本，再度互验出到农药的残留无合格。食药署来表示，这2批日本的草鱼分别互验出有农药的残留，其中克凡派这种的农药是台湾禁用里的草鱼的农药。 去年底，食药署已经要求日本要来改善进口草鱼违规的问题，尾后这个违规率已经为17%降到7%外。日本嘛向台湾申请，会当来开放到部分的农药，但是台湾这边也是无予因通过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